B 站看时光代理人，一键3连哦。作为时光代理人，具有超高敏锐的反应力和敏捷力是特别重要的，所以说今天接着考验我们一下。Round 1. 来。好，既然你输了，大家笑一个吧。好，Round 2. 哎，哎，哎，既然你输了，给大家哭一个吧。Round 3. 第3轮。好，既然你输了，给大家赖记一个吧。愿赌服输，快，让大家看一下这个猛男赖记。1、2、3，赖记，没赖记，撒娇。哎，哎，好。